真係吸咗，邊個會捱到？以前俾人話係窮人恩物嘅兩洗飯，而家竟然殺入咗香港國際機場，仲要全港熱爆，賣到一盒50蚊起跳都大把人排隊。如果你仲覺得食兩子飯係霉或者冇面嘅象徵，咁你就真係大錯特錯。今時今日，連影帝周潤發哥都要排隊排嚟食，你話呢個潮流係咪已經去到一個不可理喻嘅地步？我哋今日就嚟深度拆解一下呢個兩洗飯身世。首先講返機場嗰單嘢，香港國際機場嘅係我哋香港嘅門面。以前大家入去食嘢，一係就貴到飛起嘅連鎖快餐，一係就高級川餐。但係而家機場禁區外竟然出現咗兩子飯，仲要係50蚊起跳。你可能會話50蚊食盒兩子飯喺深水埗可以擺到2盒啦。但係你為客喺機場呢個連飲支水都要20幾30蚊嘅地方，50蚊有肉有菜有飯，仲要係熱辣辣即炒出嚟嘅。對於班喺機場返工嘅打工仔，或者係想喺上機前收返啖錢嘅旅客嚟講，直頭係天降甘露。呢個現象其實反映咗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香港人嘅消費模式真係變咗。以前我哋講面子，情人食飯要去酒樓，去西村鹹，而家大家講嘅係性價比，講嘅係貼地。你睇下街頭巷尾，由中環到天水圍，邊度冇兩洗飯？以前2019年、2020年嗰陣，兩洗飯仲係被人標籤做失語飯，係因為經濟唔好，大家先至撲諸滿海去食。但係嚟到2026年嘅今日，兩洗飯已經進化到一種生活態度。點解會咁？我哋要由發哥周潤發講起。發哥今年都70歲啦，佢成日喺九龍城、旺角出現，生活貼地到不得了。佢去擺兩洗飯，唔係因為佢冇錢，而係因為兩洗飯真係好食，而且選擇多。你為客，你返到屋企想煮3仔1湯，你要擺仔、洗菜、切肉、煮，仲要洗碗，夾埋起碼要2個鐘。但係你行落街，30幾40蚊，有咕嚕肉，有蒸水蛋，有菜心炒牛油，仲要係熱辣辣嘅，呢啲就係效率，就係香港精神。得連發哥呢啲級數嘅人都拎住份兩廣飯，仲好開心咁同大家影相嘅時候，嗰種食兩廣飯好搶樣嘅標籤就徹底被撕碎咗。大家開始發現，原來貼地先係最型。而家啲兩仔飯鋪頭裝修到好似高級超市咁，甚至有啲仲開喺中環核心地帶，對手係班月入幾萬甚至10幾萬嘅金融才俊。你見到班着住名牌老西嘅大律師、分析師一樣係排隊嗌呢個，你就知個世界真係變咗。講到呢個真係兩洗飯嘅靈魂。香港人節奏快，有時連個菜名都唔想記，直接指住個玻璃窗話呢個，阿姐就手起刀落幫你裝到滿一滿。呢種蠕動其實係一種好獨特嘅香港情懷。你問我有冇面子，我覺得食得好、食得飽，又唔使做水魚俾商家你，呢啲先係真正嘅面子。全港熱爆嘅背後，其實隱藏住一個經濟數據。大家有冇留意到，而家啲食肆倒閉潮一浪接一浪，但係唯獨兩洗飯鋪頭越開越多，呢個就係火藝嘅口紅效應嘅變種。當大家對未來經濟唔係咁樂觀，或者係想留多啲錢去旅行去深圳玩嘅時候，平日嗰餐就會變得好計格。50蚊喺機場食倉包，收返個100幾十蚊，可以留返去日本嗰陣食好啲。呢種商忽邏輯已經深深刻喺香港人嘅骨子裏面，而且兩洗飯嘅質素真係提升咗好多。以前可能係力食，而家好多鋪頭係請返以前酒樓嘅大廚返嚟坐鎮。嗰啲咕嚕肉要做到外脆內嫩，嗰啲黑椒牛仔骨要夠入味，其實好考功夫。有啲鋪頭仲會出波士頓龍蝦兩洗飯，或者係鮑魚兩洗飯，雖然價錢會貴少少，可能要去到80、100蚊，但係依然大把人擺。點解？因為佢哋覺得值攞。有人話兩廣飯殺入機場係一種悲哀，代表香港國際化形象下降。我完全唔同意。我覺得呢個係一種重生。香港人最傾嘅地方係乜嘢？係彈性，係生存能力。當個市道變，我哋就變。我哋唔會死守住嗰種高大上嘅假象，我哋會選擇最實際、最有效率嘅生存方式。機場有兩洗飯，反而代表機場更人性化，更高用到基層打工仔同普通旅客嘅需求。你想為客一個喺機場做地勤嘅後生仔，佢可能得20幾歲，每個月人工扣除租金、交通費，其實剩返唔多。如果機場餐餐都係100幾蚊，佢點生活？而家有咗50蚊嘅選擇，佢可以食得好啲，存多啲錢。呢個先係稍為進步嘅表現。再講返兩洗飯嘅重眾，而家已經進入咗戰國時代。有啲鋪頭收平，25蚊兩洗飯仲送埋禮通，
有啲收高質，用優質珍珠米，洗彩唔落味精。呢種總更最終受益嘅都係我哋收費社。你睇下超市，連嗰啲大型連鎖超市都入埋嚟分一杯羹，推出自己嘅兩洗飯廚衛，就知呢塊比有幾大。我哋成日講窮人恩物，其實呢個詞語有啲扮義，關於我覺得應該叫昌明人恩物。喺呢個物價飛漲嘅年代，可以用一個合理嘅價錢換取到豐富嘅一餐，呢個係智慧。發哥點解會去擺？因為佢明白生活嘅本質，生活唔係要做俾人睇，而係要對得住自己個肚。以前啲人會笑食兩洗飯嘅人係基層，而家你喺中環排兩洗飯，可能你前後嗰攞個都係住半山嘅。大家追求嘅係嗰種煙火氣，係嗰種大雲炒出嚟嘅運氣。你喺高級村康食過精緻嘅法餐，可能要食3個鐘，最久仲係覺得個肚空空如也。但係你食一盒兩洗飯，嗰種暖吹感係即時嘅，係實實在在嘅。所以標題話 cheap 咗，其實係個四裝瘋狂。但係收費車好清醒，如果冇人擺，佢自然會倒杯。但係如果大排長龍，就證明佢有存在嘅價值。我哋唔使再去糾結係咪死要萬子，因為萬子唔可以當飯食，但係兩洗飯可以。呢場兩洗飯嘅風暴，其實仲反映咗香港餐飲業嘅轉型。好多傳統酒樓因為人工貴、租金貴，做唔住，但係兩洗飯鋪頭可以用更少嘅人手、更精簡嘅流程，創造出更高嘅營業額。呢個係一種商業模式嘅進化。如果你仲用緊2010年、2015年前嘅眼光睇香港，你一定會覺得好奇怪。但係如果你活在當下，你就會明白呢個就係2026年香港嘅真實面目。大家思考下，如果有日你喺機場準備飛去英國或者美國，喺入關之前，你見到一盒熱辣辣嘅梅菜扣肉飯，你係會選擇去食個凍冰冰嘅三文治，定係去食嗰盒有家鄉味嘅兩圍飯？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會選擇後者。呢種味道係我哋嘅根，亦係我哋喺艱難時期最溫暖嘅慰藉。發哥嘅排隊唔單止係支持平民美食，更加係一種對香港生活方式嘅認同。佢話俾大家聽，無論你係影帝定係打工仔，喺美食面前人人平等，大家都要排隊，大家都要轉制，大家都要轉制，大家都要質為錯。呢種平等喺呢個繁華都市入面，其實好難得，所以唔好再話食兩嘢飯係窮啦。而家食兩嘢飯係一種成，係一種對抗高通脹、高物價嘅策略。當全港熱爆嘅時候，我哋應該慶幸香港仲有咁多好嘢食，仲有咁多有心人喺度炒緊嗰雲咕嚕肉。無論係50蚊定係30蚊，只要係平穩靜，打工仔就一定會力爭。最後，我想講，無論個社會點變，香港人嗰種靈活變通、腳踏實地嘅精神係唔會變嘅。兩洗飯由街邊鋪殺入機場，由基層餐廚去到發哥嘅手上面，呢個過程本身就係一個好勵志嘅香港故事。我哋唔使怕俾人提低，最怕係我哋自己提低自己。食得兩洗飯就係愛護自己個金包，就係熱愛呢個城市嘅生活。如果你下次見到機場嗰間50蚊嘅兩洗飯，不妨去試下，可能你會發現嗰種味道唔單止係飯菜嘅香味，仲有一份佢與香港人嘅堅毅同埋幽默感。呢個世界係曲咗，但係我哋可以選擇用最貼地嘅方式，喺呢個瘋狂嘅時代入面，頓飯授予我哋自己嘅豐富感。面子係人哋逼嘅，但係生活係自己過嘅。既然發哥都排得隊，你同我仲有乜嘢好糾結嘅呢？喺呢個兩機飯盛世之下，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參與者。我哋用我哋嘅港幣去投票，話俾個市長聽，我哋想要啲乜嘢？我哋想要嘅唔係包裝華麗但係難食嘅貴嘢，而係實實在在有運氣、有誠意嘅平民美食。兩洗飯嘅成功，正正係因為佢捉住咗呢份最原始、最真誠嘅需求。由2021年開始，兩洗飯嘅店鋪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。當時有人預言，等疫情一過，呢啲鋪頭就會執晒。點知到咗2026年，兩子飯不但冇消失，反而越做越強，甚至成為咗一種文化符號。有外國遊客嚟到香港，唔係去食米芝蓮，而係指明要試下呢個 Dishmosh Rice。你話係咪好神奇？呢種由下而上嘅生命力，先至係香港最迷人嘅地方。Go！我哋喺街頭見到啲阿姐，一個人要應付幾百個客，佢哋嗰種手速、嗰種肌肉力，其實都係一種預說。佢哋地到邊個客要就清，邊個客要多質，邊個客中意食肥肉。呢種人情味係嗰啲連鎖快餐店或者高級川餐遠遠俾唔到你嘅。喺兩洗飯嘅排隊隊伍入面，你可能會同個陌生人傾兩句，研究下今日邊個洗最抵食。呢種後居嘅聯切感，
亦都係涼洗飯爆紅嘅原因之一。所以下次你拎住嗰盒重墩墩嘅涼水飯，行喺旺角或者中環嘅街頭，你可以挺起胸膛，話俾人聽，我係香港人，我食緊嘅唔單止係飯，係一種生存智慧，係一種文化自豪。50蚊一盒又點？只要好食，只要係我哋香港人嘅口味，我哋就一定會撐到底。你試為下，一個社會如果連一盒好食、平價嘅飯都容納唔到，嗰個社會先至係真正嘅悲哀。兩子飯嘅興起，證明咗我哋香港人仲好有生命力，仲好識得點樣喺寒年入面嚟到出路。由深水埗嘅草根到機場嘅中肯，再到發哥呢啲大明星，兩子飯打破咗階級，統一咗後衛。呢個係咪一種另類嘅香港奇蹟？所以唔好再用嗰種死要面子嘅舊思想嚟睇嘢啦。喺2026年嘅今日，最型嘅嘢係瘦得嚟又食得好，係貼地得嚟又有品味。兩西飯塞入機場，唔係衰落，而係一個新時代嘅開始，一個大家更注重實質、更注重生活本質嘅時代。我哋要多謝嗰啲捐紙做兩西飯嘅老闆，多謝嗰啲每日喺回坊流汗嘅師傅，亦都要多謝每個好似發哥咁任意放低身段撐平民美食嘅香港人。喺大家一齊努力，先至創造咗呢個兩西飯傳奇。無論未來經濟係好係壞，我相信只有呢種貼地重生嘅精神，香港人一定可以面對任何挑戰。當你見到全城都喺度講兩西飯，當你見到50蚊一盒都大把人藏住擺，你就明白呢個世界冇主動嘅窮人恩物，只有主動嘅好嘢。只要你做得夠好，只要你夠貼地，連機場都會為你打開大門。呢個就係兩西飯教識我哋嘅嘢。無論你起店喺邊度，只要你有實力，你一樣可以橫掃全城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我個肚都開始輕啦。等陣落去擺佛兩意飯先。今日我要食慣內肉加黑椒薯仔牛柳粒，唔知發哥今日會唔會又喺嗰度排隊呢？如果你見到我，記得同我打個招呼，一齊分享下你心目中最好食嘅呢個食法好飯。聽日又係一條好漢，兩死飯晚睡。我哋唔係要滿子，我哋係要生活。呢種貼地重生嘅力量，先至係支撐住呢個城市最重要嘅價值。50蚊又好，100蚊都好，最緊要係我哋食得開心，食得有尊嚴。呢個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兩洗飯哲學。為反轉頭，兩四飯嘅進化史，簡直就係香港近10年嘅縮影。由2014年、2015年嗰陣，兩四飯仲係局限係工廠區、舊區，到2021年大爆發，再到而家2026年進駐高級地段同交通區鬧。呢個過程，我哋見證咗香港人點樣將一個本嚟平凡不過嘅嘢做到極致，做到成為一個城市嘅標誌。有啲人可能會擔心，兩洗飯鋪頭開到周街都係，會唔會好快爆啊？會唔會好似以前嗰啲普克潮、珍珠奶茶潮咁，一陣風就吹完？我覺得兩洗飯唔同，因為食飯係剛需，你可以唔飲奶茶，你可以唔食蛋開，但係你唔可以唔食正餐。兩洗飯提供嘅係一種穩定多元且可負擔嘅正餐方案，只要佢哋可以保持質素，保持嗰份貼近民心嘅熱情，呢個潮流係唔會咁易散嘅。而且兩洗飯仲帶動咗好多相關產業，例如專門做兩洗飯包裝嘅公司，專門共用切好細菜嘅中央廚房，甚至係專門點評兩洗飯嘅網紅。呢個已經形成咗一個完整嘅產業鏈。第一係什麼？其實係因為佢嘅依強力已經超乎咗所有人嘅想象。大家仲記唔記得以前啲人去旅行翻嚟，第一件事係想食碗雲吞麵，而家可能好多人翻到香港，第一件事係想去機場嗰間鋪頭擺發兩西反胃下嗰種最熟悉嘅味道。呢種由心而發嘅喜愛，係任何我講都做唔到嘅效果。即發哥周潤發，佢今年70歲，佢見證過香港嘅輝煌，亦都陪住香港行過高低。佢選擇排隊擺兩洗飯，其實係用行動話俾大家聽，時代點變都好，一啲核心嘅價值例如簡單、直接、真摯，係遠遠唔會過時嘅。佢唔係去做 show，佢係真心享受嗰份貧民嘅樂趣。我哋作為普通打工仔，更加應該學識呢種發達。50蚊食餐飽，收翻嚟嘅錢可以俾小朋友擺多幫助，可以帶父母去飲多餐茶，或者可以存起嚟應付不時之需。呢種精打細算唔係諗在，而係一種責任感，對自己生活負責，對屋企人負責。我哋選擇咗重生，更我最選擇咗撕開嗰層虛擬嘅包裝，回歸到食物本身。兩洗飯殺入機場，係香港餐飲業嘅一次壯舉。佢證明咗只要產品夠硬，無論喺邊度都可以發光發亮。全港熱爆嘅兩洗飯，其實係一場關於價值回歸嘅運動。
佢挑戰咗地產霸權下高昂嘅餐飲定價，佢挑戰咗嗰種貴就係好嘅消費觀念。佢話俾大家聽，平民美食一樣可以有尊嚴，一樣可以做得好專業。當你下排隊擺兩意飯嘅時候，你可以留意下身邊嘅人，你會見到唔同年齡、唔同階層、唔同國籍嘅人，大家喺呢個細細嘅鋪位前面對到咗共鳴。呢種和諧係兩洗飯帶俾呢個城市嘅一份意外禮物。50蚊一盒嘅機場兩洗飯其實係一個起點，佢會帶動更多唔同類型嘅平民美食去挑戰嗰啲本嚟高不可攀嘅地段。可能遲啲我哋會喺中環見到街邊風味嘅車仔麵，或者喺尖沙咀見到貼杯架嘅生廣州。呢種平民化嘅趨勢將會令到香港變得更加有趣，更加有人情味。我哋唔使去羨慕其他城市有幾多名店，我哋應該煮好我哋有最好食嘅兩洗飯。呢盒飯裝載住師傅嘅汗水、阿姐嘅熱情，同埋我哋香港人嘅日常。佢係我哋生活嘅一部分，係我哋共同嘅肌肉。所以如果你問我兩例飯係乜嘢，我會話佢係香港人嘅保命符，係我哋喺逆境中嘅加油站。無論世界點樣變，只要仲有兩洗飯，只要仲有發哥同我哋一齊排隊，我哋就有信心行落去。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嚟書路起行啦，去機場卡嗰間50蚊嘅兩洗飯挑戰下先，嚟睇下佢係咪真係咁傳奇。大家記住，食得好過得開心就係對生活最大嘅反擊。面子呢啲嘢留返俾嗰啲唔識生活嘅人啦，我哋香港人最緊要係貼地。再見。